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Matt Runner， 今日係1月19號，大年初三。每一年呢，農曆新年我都會 Matt Run 呢個 platform 呢，都會做一個自我挑戰嘅跑步。今日就會點樣玩法呢？ Matt Run 100 miles beyond， 我就會由呢度屯門藍地，首先一直就會跑過去屯門碼頭先，大概去10K 度啦，跟住咧就會過去搭船過去大澳，跟住就跑到去梅窩大嶼山段，跟住咧就會搭船過去中環，就跑香港島。今日嘅會喺香港島嗰度會 take 個 break 啦，跟住咧聽日就會由香港島去跑過去九龍，跟住就由九龍搭船過去，唔係跑過九龍，係一路跑一路講咧會混亂嘅。香港島跑去九龍，唔係香港島搭船過九龍，跟住由九龍就一直咧就過去獅子山，獅子山咧跟住咧就扮上山啦，跟住就過去新界東，新界東之後咧就會去到上水啦，上水跟住就會過返去元朗啦，元朗跟住就會過返去屯門啦，跟住就一個大圈，大概就100 miles 啦。OK， 繼續跑啦，沿途都會拍下周圍嘅風景 ，Happy Share 俾大家睇睇。嚟到蝴蝶灣公園，9K 幾啦呢度，搭船過去大澳，隔離就係蝴蝶灣沙灘。嚟到屯門碼頭已經 contribute 10K 啦，我就由呢度搭船入去大澳，繼續我嘅旅程。呢架船休息咗一陣間，眨下眼就嚟到大澳啦。開始大嶼山段嘅旅程。影下大澳 Village 呢一段嘅周圍嘅環境啦。時間尚早啊！開始進入新基橋。
我會由呢一度東澳古道一直過去東涌，呢度係東澳古道嘅越野段、越野路段。跟住喺東涌呢，就會沿住東梅古道過去白芒，去到白芒之後就會沿住奧運徑一直過去梅窩，幾好玩嘅一段。有越野路啦，又有石屎路啦，不過要小心啲啦。嚟到呢度開揚少少，影俾大家睇睇周圍嘅環境啦。呢度頭3K 都係越野路。而家係9點40分，我就計劃搭2點2 PM 嘅船由梅窩過去中環，希望趕得切啦。有時間可以。開始進入石屎路段深屈村。好 ，morning。呢度有士多啦，沿途有狗啊，小心啲。進入咗沙螺灣村，要保持安靜啊！呢度唔好打攪啲村民。嚟到呢度汕頭村，戰戰兢兢咁就到東涌市中心啦。隔離就係日東村。完成咗東澳古道，進入東梅古道。開始咗進入東梅古道越野路段。東梅古道就唔係好長啫，好似幾 K 啫，個間啊，個冇水嘅間。咁得過完間啦。
呢段路幾好玩嘅，啲越野路。嚟到白芒村，今日呢度都好靜啊，冇乜人啊。白芒村進入香港奧運經段。鐵人三項 Triathlon 又嚟到奧運徑長命車，一直係咁扯上去。哇！咁快已經進入咗梅窩啦。時間尚早，而家先係1點，趕得切搭2點鐘2 p.m. 嘅 ferry to Central。So I can have a lunch here。好似跑錯路。到咗Silver Mine Bay啦，到達梅窩碼頭啦。今日好多人啊，因為係4徑 finisher。完成嘅地方，呢個就係 organizer。恭喜法國選手嘅Julien完成時間55個鐘頭12分。選手嚟到終點。OK，嘅尾準就second run啦。佢入邊有啲神經物之外，要重對嘅咁樣咯，冇可能。Coming。得啦。無驚無險嚟到中環，進入咗港島啦。已經喺嗰個標已經 contribute 咗73K， 今日仲有大概27K 到啦，咁就可以 take 個大 break， 休息下，沖個涼，食個飯。OK， 咁啊，而家一直會朝着
我好想拍個方向跑，而家一直可以接啦。我好想拍個方向跑。呢度就係西環泳壇，帶大家落去參觀下啦。趁而家冇人，再晏啲日落就好多人㗎啦。朝頭早就會有啲泳客喺度游水啊，跳落去㗎啦喺度。破地獄東華醫院義莊就係呢一度啦，呢度落去就係義莊。前邊就係數碼港啦。呢度個標真係好似青山公園。無驚無險又跑到嚟香港仔避風塘海濱，橫掂時間尚早，仲有氣力，不如跑埋過去鴨脷洲啦。進入咗鴨脷洲大橋，過返過去黃竹坑。呢條橋除咗有車行啦，亦都有地鐵行啦。進入南豐道長命車，直上到去黃泥涌峽道。呢條南豐道好好玩㗎，一直係咁扯上去寶力經、黃泥涌峽道。我叫 right hand side 呢條路咧就可以過去秀山村，但係我咧就一直繼續上啦。嚟到黃泥涌峽道啦，呢度就會一直落，上完大車就落大車，跟住就會過去寶雲道。放眼腳啦呢度，呢日 BBQ。
好運到啦，差唔多今日嘅路線計劃差不多完啦，全速前進。跑到嚟呢度羅便臣道，可以翻上去沖個涼，食個飯。今日跑咗去到嚟呢度100公里啦，100K 啦，要 take 個 break 啦。聽朝繼續我嘅旅程。要唞一唞先啦。好啦 ，OK， 咁啊瞓醒，聽日見啦。仲有少少路，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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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屬於今日跑完啦，100公里啊。OK。好啦 ，OK， see you tomorrow. Good night.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今日係1月20號，瞓醒覺啦，休息咗一晚，換個套衫，沖咗個靚涼，繼續我嘅 Med Run 100 miles Beyond 嘅旅程。咁我就會由呢度半山一直會跑返過去屯門，途經就九龍啦、新界東啦同埋新界西，希望可以完成到啦。跑到嚟灣仔碼頭，咁就我會由呢一度搭天星小輪過去尖沙咀，繼續我嘅九龍段嘅跑。嚟到尖沙咀，開始展開我九龍段嘅旅程。首先我就會由尖沙咀呢度文化中心一直跑過去啟德 Stadium， 然後就會過去九龍城嗰邊，上獅子山，過去大圍。哇！咁快就跑到嚟啟德體育園，入去打個 run 先啦。呢度就係啟德 Stadium。嚟到獅子山山腳底，跟住就會由呢一度直接上山，上去獅子山 Lion Rock， 跟住就會過去望夫石，落去大圍。嚟到呢度差唔多去到涼亭啦，上到嚟涼亭啦，
今日比較熱啊，天氣都已經到相信有26、27度啦。頭先下邊唔記得講，我係喺獅子山公園環頭磡嗰度上嚟嘅涼景啦，跟住就會過去望夫石嗰邊嘅威尼山涼景，跟住可以去獅子山頭冷落望湖度呢度前邊，跟住就會過去落去大圍紅梅谷嗰邊。Hello， 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去到望夫石啦，跑上去已經俾大家睇睇個望夫石啦，到㗎啦，望夫石。過咗前邊啲道閘就係望夫石啦。OK， 小心啲，又 pan 過去俾大家睇睇。戰戰兢兢落到嚟大圍紅梅谷啦，睇翻個錶已經 contribute 咗121K， 總攀升1582。跑到嚟科學園，呢個就係 Lalamove 嘅 drone delivery。今日唔算多人，因為今日唔係公眾假期。咁但就俾我嘅 left hand side 都有啲人喺度，都有啲人喺度有露天茶座。每次跑到嚟呢一度都帶有點傷感。唔講咁多啦，途經呢度特技。我嘅左手邊，跑到嚟大埔。Right hand side 就係康樂，呢個 direction 就係去粉嶺。呢條路咧有個特色，就係不停都會有啲天橋上上落落，橫過條鐵路嘅軌道，上完跟住就落。明，只要沿住單車徑跑就得啦，好難到。跑到嚟粉嶺啦，跟住就要落隧道，好複雜嘅一條隧道。
要揾翻去聯和去方向，但我要 opposite to 聯和去 to 上水。嚟到上水近雙魚河，見到好多牛群喺度。跑到嚟呢一度，原來呢度係叫做石上河，唔係雙魚河。雙魚河應該喺前邊，我就會沿住呢條路一直跑過去河上鄉，然後經過沿住單車徑一直跑過去元朗。呢條路會比較悶少少。我在前方可以望到羅湖監獄。日落前跑到嚟元朗嘅南生圍，已經到咗元朗啦，跟住就會過去屯門、藍地、終點。體力仲有嘅 ，OK 嘅。最後倒數啦，仲有唔夠5K 就會到終點㗎啦。其實成個過程體力上係 OK 嘅，但係 forever 心率、心態上都要不停作出調整。跑到嚟呢度，差唔多到終點啦。有啲唔係咁捨得啊，咁快啊跑完啦！呢個 Med Run 100 miles beyond， 成個路線都係由我自己計劃設計，自我補給，自我挑戰。個人就比較喜歡跑 solo 啦，因為跑 solo 咧可以自己控制到個 pacing， 衝得快啲又得，慢啲又得，跑得攰行下又得。但係如果一班人一齊跑嘅話咧，有時啲 pacing 又會控制唔到，快咗好容易爆，自己跑就舒服好多啦。頭先都講過啦，體力 OK 嘅，而家都還可以嘅，但係夠啦，今日唔係應該係今日，呢2日足夠啦。出年再諗下點嘅路線啦。好快就跑到終點㗎啦！好啦，轉埋呢個彎，到終點啦。前邊就係琴日起步嘅地方。OK， 雖然係孤獨啲，但總算完成到咗終點啦。OK， 塔標。好啦，報告一下跑咗幾多啦？總共就跑咗173.5
km 公里，就用咗21個鐘頭55分，總攀升1814米。好啦，夠啦，今日呢個 Med Run 100 miles 嘅 Beyond 圓滿結束。Happy Chinese New Year！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OK， 下次再同大家跑過。OK，拜拜，Good night。